来看国民健康署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协助癌症的登记，和过去爱开重点诊的工课，即马有 AI 的协助，唔但真紧嘛真准。这套系统会先用伫肺癌，年底会扩大应用伫7种的癌症。另外，利用 AI 来判断肺癌的影像，嘛有真好的成果，咱做回来了解。肺癌死亡率登记以来是台湾人癌症死因的第一名。较少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是提早发现肺癌的好方法，但是一届翕起来400多张的影像需要判读，对医师来讲是真大的负担。AI 科技进步，国健署甲研发团队合作，互电脑断层扫描的影像判读，甲癌症登记的资料会当更较正确，提高医师判断的效率。有一些肺部比较复杂的话，我会花比较多时间，那我可能可以缩短一半以上的时间。另外就是我们不会miss 掉一些我们应该看到的这些结节，因为我们都会疲劳。譬如说我早上开始看，可能看得比较准，到快下班了看就会比较不准。AI 因为它是3维的资料读进来，所以它对于一个在立体空间里面一个结节的判读会比较准确。因为即卖资料登录天数真够工，对人工的需求是真大的考验。国健署表示 ，AI 科技运用伫个癌症登记顶头，对癌症的研究甲治疗有真大的帮助。部分病院也已经开发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，会当透过人工智慧为病历当中找资料进行研究。整个一个癌登是需要4道过程的，填写跟验证总共要4道过程，所以我们这个 AI 的能够去至少先 replace 一个，先取代一个验证的这个过程，那个时间就可以省下来。国健署表示，这项 AI 科技未来会量早推广到各大医疗院所，希望透过 AI 技术结合医疗的体检设备，帮助医生发现肺癌的因子，让病人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